祈唔好帶小朋友咧去峴港旅遊，因為咧去咗嘅話咧，分分鐘你班小朋友唔想翻嚟中國生活。Hello，我係越南南哥啦，因為咧我長期咧都會帶我啲小朋友啦去越南玩啦，特別係去到峴港啦，我個女咧基本上去完之後咧，每一次咧學完越南文、學完英文，佢係唔想翻嚟中國生活㗎，因為點解咧？去到嗰度咧，遊樂項目非常之多啦，而且又唔使排隊喎。當你啲小朋友又非常之熱情啦，又送糖又送朱古力，而且去到嗰度咧，小朋友咧好似佢係冇語言嘅障礙嘅，佢唔識越南文，但係佢可以讀當地講越南文嘅小朋友，溝通得非常之和諧，玩得非常之開心。當然啦，望住呢個40公里最靚嘅美溪沙灘，你想執貝殼執貝殼，鏟沙鏟沙，中間唔會有任何人打擾你。你行落去咧，成個腳步嘅感覺咧，好似踩住棉花糖咁樣樣。一劈低啲小朋友，我哋曬住個太陽，飲住杯咖啡，哇！一個浪漫嘅下午就此開始。呢個地方由你一落機之後咧，你會感覺上咧自己所有嘅大腦咧，俾全部格式化，所有嘅煩惱痛苦全部忘記晒，你只會見到你自己平靜嘅內心。小朋友非常之快樂嘅一個笑容，亦都好值得大家長期過嚟呢度玩啦。因為我好多客咧嚟咗呢度10幾年，仍然每一年咧都非常之中意過嚟呢度度假。